大家好，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一下藏文辅音字母的第4组。好，那么第4组是巴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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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，那么第4组全部它的发音部位就是唇，也就是双唇音，好，那么第一个是巴巴巴巴，好，也就是双唇音，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巴巴巴巴，对，好，那么它的这个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不送气的清三音，对，不送气清三音，对吧？巴巴巴巴，好，那么给它加上另外一个音节，巴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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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帕是什么意思呢？巴帕是父亲的意思，对，很好，父亲的意思，对吧？好，巴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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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么我们前面学过这个鱼，对不对？鱼是nha，好，哑巴哑巴哑巴是。哑巴是渔民的意思，对，很好，渔民的意思。哑巴，哑巴，哑巴，哑巴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。巴，这个的话很简单，首先是一横，这个是必须要写的，然后是竖撇，然后这样写长一点。那么这个的话是由几个笔顺组成的？有4个笔顺。对，很好，是4个笔顺组成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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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。巴帕巴帕，哑巴哑巴，好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是帕帕帕帕，好，双唇音对吧？发音部位是双唇音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送气的清三音。对，送气清三音。帕帕帕帕，好，那么看一下帕妈帕妈，帕妈是什么意思？帕妈是母亲的意思。对，好，帕是父亲的意思，对吧？妈是母亲的意思，那么帕妈是父母，对吧？父母的意思。帕，好，还有我们学过这个吧，卡，对吧？第1组的，好，帕卡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好，帕卡卡日，对吧？帕卡是那个，就是指的是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帕卡那个，帕卡那个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来写一下。首先一横，好，竖撇竖，然后这样上去，也就是这个的话一共是由5个笔顺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帕，好，那么这个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3个，那么第3个跟这个第4组的第1个就是有点相像，对吧？它们的区别在于哪里？区别在一个是封口的，一个是不封口。对，就是一个是封口，一个是没有封口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个现在要学的这个是必须要给它合上，对吧？就是把这个封口，首先是一横，然后竖撇竖这样。好，也就是这个是区别在于封口和没有封口。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爬，双唇，对吧？爬，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送气的清三音。对，送气清三音。好，爬，好。那么这个写一下，一起来写一下。首先是一横，竖，然后撇竖，这样。这个也是有4个步骤组成的。好，一起来读一下。爬，好，很好。那么好 ，perchu 是什么意思 ？perchu 不知道。牛的意思。好 ，perchu。好 ，perchu 是牛的意思。好，那么给它再加另外一个音节，帕莫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奶牛的意思。奶牛。帕莫 ，perchu。 好，那么再看一下最后一个第4组的这第4个字是妈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？发音部位也是双唇。双唇对吧？好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浊鼻音。好，那么试试读一下妈。对，那么声音是从鼻腔里面出来的，对吧？妈。好，那么妈是什么意思？它独立成为一个单词。妈是母亲。对，母亲对吧？妈。好，那么阿妈是
妈妈的意思。对，阿玛拉，对吧？妈妈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这第4组的话，它的发音部位全部都是双唇音，对不对？双唇音。好，一起来读一下：爸、怕、爬、妈，爸、怕、爬、妈，妈。妈。好，那么这一组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很好。